今日講到這個已經離職的消防員，講威爾森是去用熱胎踢伊個頭，佮互人掠去弄壁，才會死去。今日這事件風火頭，這花蓮縣的議長也要求消防局愛提出專案報告，強調的追查到底。細細只的搜救犬佇咧災害現場真勇敢，軟來軟去，詳細咧找找受困的民眾。伊就是花蓮403大地震的時立功的搜救犬 Wilson， 和外界講是特殊小鋼炮。不過去年5月，花蓮消防局對外宣布講 ，Wilson 佇訓練的時因為閘門關無好勢，對3樓摔落來死亡。經過一冬外了後，所有進前的消防員出面來壓坑，講 Wilson 不是單純摔死爾，指控伊唔能去防站，甚至是牽鎖啊直接牽去弄壁，致使頭殼重傷死亡。佇咧網絡是引起真大議論，花蓮消防局長也親身出面來陪會。我當下也有對狗狗的大體做一個檢視，那發現都沒有任何的傷痕。在整個水化的過程結束後，我們檢視狗狗的那個頭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，都沒有發現有被虐待或是頭骨有破裂。面對互人指控虐待狗仔，花蓮消防局是展出動物病院開的圖後證明，強調 Wilson 是意外死亡，而且公布狗仔佇水化了後骨頭的相片，強調遺體頭骨完整，絕對無虐待狗仔這款代誌。林慶元因為訓練的時陣無細緻，致使狗仔意外摔落去死亡，已經受到記告甲調職處分。即馬網絡議論是愈來愈激烈，花蓮縣議長嘛要求消防局都要將證據公布出來，給大家看。我已經要求花蓮消防局在8月31日召開臨時大會的時候提出來做專案報告，把證據攤出來，把真相說清楚。那我們不會預設立場，也不會冤枉任何人。如果調查發現確實有人為疏失，該負的責任就要負。佇咧突擊隊內底勇敢救人的特殊小鋼炮，在生時陣算哪像受到不當對待。如今消防局佮互人質疑，暗崁真相，正做社會焦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